是赖村长，新竹关心你。也许是我去奥多拜在小时上到的头摆的事情，为什么我写的客家童谣？稻好吧，念徛吧，念到徛吧咧做竹架，种旺铺，晒冬瓜，念念夹夹长翅膀，做下讲，调风脸拍，那到头时咧草姜吗？병头肉，병做吗？병到怪事草下吗？食到酒，棒到叉，食到在高不破长开发，食醉醉，木花花。行义如来长拉卡，长拉卡。欢喜亲近太自然的爱，总会做在从地位程度当多的想法，地方来做很多的创作。除了童谣，做肥美其中的一项。以太自然为师，是我尊崇的理念。童谣的爱用。肥美做肥美腔调，普及了客家文化，咩係人，所以每年會發覺，當然愛嘅東西在社會世界，人人都會過得很富足。